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来到Lisa的俗语教室，我是Lisa。今仔日咱要来介绍的是四字成语。今仔日的成语是这句：照品照行。照品照行内底这个品有约定的意思，亲像咱甲人相处规矩也是相处的物件，得先讲好好，品好明。亲像讲输的人爱请大家食凉的，安尼先品好好，较免等一个输的人无认输，伫遐假笑起屁面，讲较大相处进前也无讲要请啥。好，所以即句照品照行，其实咧讲爱照咱讲好的、约定好的，也是合约、契约顶悬写的物件，落去做去进行，就是袂当反悔、袂当违背的意思。Go go low, go go low, go go low, go go low。Lisa， 你敢有想要爱一台 Go Go low？安怎？你要送我呢？无啦，我哪有钱？你想要爱 Go Go low， 搬来阮家人就会有啊。哈，遐好哦，是安怎？啊，着阮市长讲伊当算要送5万台互少年人啊。哈，这种话你嘛要信哦？因正伫日母讲话哪放屁咧，机票三体乌白开，哪有可能会照品照行？我嘛知，不过我也是希望伊会当照品照行啦，安尼我就会当有一台Go Go low啊 ，Go Go low Go Go low。你较早困较有面啦。好，安尼大家拢知影，照品照行是啥物意思？要安怎用啊？好，Lisa 伫遮呼吁家人的少年人，紧去找恁的市长，要求伊爱照品照行哦。好，我是Lisa，今仔影片就到这，若想介我影片的话，我就帮起赞，搁爱分享出去，也要订阅观众朋友，也袂记得订阅你可以分享限动，安尼才就是影片封底哦。另外嘛，要记得Lisa活完这都已经开始了，欢迎大家加入来给我支持一下哦。另外Lisa嘛有 Facebook 跟 Instagram 嘛，欢迎大家 follow 一下赞的哦。好，安尼后一节目再会。